清明有人用轮饼糕祭拜祖先，在南投一间老日会轮饼糕这个老店呢，平常时人气就有够济啊。清明连假头一天排队人搁较济，排有够长，有200-300个人呢，甘愿排咧排点外钟，就是要食到这个好滋味。啊，那伫家己呢，有人惯势呢，买款现做的轮饼皮。南店市场的业者，干那一礼拜都要做3万领以上的轮饼皮，现做现卖，为早起卖到暗时，6个路啊做伙开。 规条街看过去，规个拢是人，人数破百，大概有100多公尺长。这些民众一透早就来排队，就是为着要食这味。比较多，要叫人手帮忙。轮饼皮顶有各类菜丝、豆干、肉片、各蓝土豆汤腐，搞好了搁煎一个。这间轮饼老2号就伫台南国华街，平常时买的人就真多，清明连假一到有搁较侪人，但无1点钟是买袂到的。 那个拜拜用的，拜很多地方，排要不要1个多小时吧。民众为着好食米，就算等甲海水搭石头会烂嘛甘愿。真无用的，阁有这间店。南店市场内底这间店，因为家己人惯势，拜祖先的轮饼爱家己包，轮饼皮爱现买现做，所以店家就像安尼现场切轮饼皮，外观必须完整，袂使有破空，高度嘛爱相共，啊无人客看到会无法度请人来买。 清明节这礼拜至少就要切3万张，排队抢啊咧！袂少人客逐年拢来买，就是介意顺手工的饼皮，食起来特别 Q。清明节食轮饼嘛变做逐年一定爱做的代志。